爸比，你敢有机会去用迄个我讲的迄个 Meetup？我讲甲有文有讨论啊。伊讲迄个，因为阮拢无用过嘛。首先就想讲，就讲，因为毋知迄是毋是爱用电脑才有法度用。就是机仔无法度对无？手机啊，我毋知，应该嘛会使啊。我手机啊嘛有按啊。因为若准讲是爱用，就是讲阮在思考讲为怎样用 CH 较方便，就较利便，就讲因为咱咧读这大部分，亲像即摆时间啊，正常来讲，大家拢在上班啊，咱上无咱会使用听的，对无？用 CH 的时阵，但是若是讲遐个较我视讯迄款的，就是或是那种直播迄款的，就是咱必须爱有迄个电脑伫遐放的。可能就这点吧，因为用电脑可能无较利便，就是讲你准讲若要用听的，毋知要安怎用啊？因为即阵我也无去看迄个 app， 也未去试看卖。但是就是暗时的时阵，我就甲叶文咧讨论，我就是甲讲咧讨论啊。因为我第一时间想的是，搁有第二点就讲，因遮的，比如讲。真有兴趣，咱做伙来学习做伙听的嘛足厉害的前辈，就是参像Sunny啊、Marvin 啊、甲田雄。因确实拢是日时拢在上班，因在上班，而且佫足无闲，尤其田雄甲迄个 Marvin 伊是老师嘛，因是老师。系伫学校啊，所以讲我就咧想迄个可能性啊。Sunny我知影是讲应该伫伊迄个工场也是啥的，才会就是讲因拢确实拢是用 CH 关系，就是因为会使听就方便的安尼。对啊。我再用看嘛，我嘛毋知 Meetup 用手机啊安怎方便嘛，我无介清楚，我再试看嘛。嘿，我嘛会试看嘛，啊，佫有就是讲因。若准讲是无问题，就甲 CH 甲小新，我就有法度甲因教，啊无因吼可能拢会放弃，就是因为较麻烦嘛。了解。因为妈问我甲伊了解，我甲伊我对伊的了解就是敢若伊要接受新的物件，可能较困扰啊。无因2-3档前就甲讲会使亲像阿管理安尼，就是讲会使共时间用。直播还是啥啊？也是讲 podcast 啊，伊去试看卖啊，伊就拢无要弄啊，无要用迄啊。对啊，可能安尼啊，就是想着遮个啊，大落来我嘛会去download看卖，试看卖，要安怎使用。若是足方便，我就知影要安怎甲因教。因为天向拢是，伊拢是，我自开始就甲讲。参与天向也是讲秀子老师因遐，我就甲讲有问题就问我甲教。迄当阵是连用 CH 嘛是我甲教安尼，甲因教。嘿啊。若是简单，我就有自信会使教会晓。对啊。主要爱思考讲伊敢有方便，敢会就是上班的时阵安尼有干扰着无安尼。你先去用看卖啊，吼，因为 Meetup 顶头足侪。要啦，即种 group 会使加入啦，但是大部分 user 可能台湾的 user 可能较少啦吼，一般拢全世界美国这边啦。迄是采取就是讲那种什么线上，就是。伊线顶，你若要用我即马才想着，你若要用线顶的方式的时阵呢，就爱家己，譬如讲用 Zoom 用啥物各种你家己要用的方式拢会使，因为 Meetup 伊毋是要互你用来做线顶交流用的，但是你要线顶交流会使，伊嘛有提供，就是我想看嘛，我袂记啊，因为我毋捌家己开过吼，迄家己做算若敢若做版主，做迄个你家己要做版主吼，爱。
你若免费的是足基本的啦，免费的绝对无法度通线顶教学。嘿，所以讲，迄是你开好啊，咱甲这足相信的，就是直接听安尼吼，是安尼吗？我嘛，其实我嘛即久无用啊，我已经玩到即久，我今年敢若拢无啥。嘿，你用看嘛？你去看，伊毋是讲一定有线顶课吼。我即摆讲的就是讲，你班主你若毋是付费的班主吼，其实连线顶课你都无法度开。你爱有付费的班主才会使开线顶课。啊，所以到时若要用，我会去，就是我会开钱去开啦吼。嘿，但是我无啥，我想看觅迄当阵，其实我会记得迄当阵是用 Zoom， 我迄当有加入一个读书会是用 Zoom 的。应该是用 Zoom， 因为疫情的时阵，大家拢用 Zoom 的。嘿，只是讲，只是敢若讲，伊即个平台，伊会当提供你讲，你用 Zoom 的迄个link 啦，啥有诶无？你会当对即个平台送出去安尼。即个平台主要功能毋是你提供你线顶教学，即个平台主要功能是要互你有兴趣诶人，有共款兴趣诶人会当 meet up， 所以叫做 meet up， 有共款兴趣诶人会当大家会当斗阵，会当互相有法度通联络，有法度通，比如讲开课啦，甚至无一定线顶课哦。像我去纽约参加过因固定开诶是现场课诶，伊会伫遐公布讲我逐礼拜逐礼拜六早起是几点伫倒位啥物所在。有一个meeting 的，就是现场的课程啊，欢迎大家来参加安尼。嘿，所以伊迄个平台是咧提供即方面的信息的，毋是咧互你做线顶教学的吼。但是因为咱一定爱线顶教学，所以变成我一定爱付费，伊才要提供你迄个线顶教学的迄个信息，伊才会帮你送去互你我的即个对会员，安尼就对啦吼。OK， 你试用者你就知吼。试用的时阵，当然是你去找你有兴趣的group， 你去参加看觅，看因安怎你自会。主要是自会的方式，无一定啦吼。但是对咱来讲，咱是干那固定，咱一定爱线顶啊。其实我嘛只干那有法度线顶。就算讲今仔日恁人伫美国，我嘛是爱线顶啦吼。我无法度去暗时佫甲恁走去啥物所在去开课。所以，若是真正要现场开课，或者是讲，以后要开课，甚至我可能就爱，若要配合大家，安尼我就可能爱拜6礼拜尔。平常时我可能开台语课，毋是为各位伫台湾的，是为着伫美国的。阮暗时大家有兴趣来学台语的，美国人或者是伫美国的台湾人，我会教因安尼。但是若为着台湾的，可能爱拜6礼拜。好。只是互你知影讲，其实我对 Clubhouse 其实足反感的，我已经足想要离开啊！所以应该是即个人也写读书，我应该袂阁继续啊！吼。OK。对啊，我嘛是因为要读这台文啊，要听台文啊，毋才一直伫遮2公钟就一直讲无要用啊。我一开起来就听，毋知你讲啥物我就足恶在哦，我就嘿。我想起讲，你讲，咱昨有讲，某咪人对政治无兴趣吼。其实像我对政治遮尔敏感的人，我对政治立场徛啊遮尔在，遮尔足明显的，我甚至我就互大家知影讲，我对政治立场上我徛啊足明显。像我安尼人，其实你看我根本我就足无爱去讨论迄寡政治讨论房间。那么开讲，我感觉讲的是啥物意思？我一点意义都无吼。所以其实我完全无兴趣啦吼。好 ，OK， 咱今仔日要对1654年11月初3开始读起啊。歹势，我已经录影啊，讲我家己袂记，好不要紧哈。刚才咱无讲啥物敏感的吼。好。1654年11月3号拜二，咱开始读起吼。风甲天气犹原像昨昏，规工拢真好。歹势其他的人
Sunny 无听到嘛？我是你拄则和爸比咧讨论讲，我有可能要我用 Clubhouse 要用有一个 app 叫做 Meet Up，Meet Meet Up 一个平台想要来开台语课程，但是迄个 Meet Up 当然我嘛是暗时啊开课啊，所以你若有方便，你当然是会当来参加啊。但是迄个 Meet Up 是是毋是方便用手机啊？我无介清楚吼，因为应该是安尼讲啦。我到时阵，譬如讲我用 Zoom， 或者是用 Google Meeting 啥有诶无吼 ，Google Meet 啊啥。你若用手机，应该嘛是我都能听啦，所以应该拢毋是问题啦。啊无检测无嘛是会当用 YouTube 啦，但是我迄当阵无一定会开 YouTube 啊，我无甲确定啊，因为我若开 Zoom 就无必要搁开 YouTube 啊。Zoom 会录影啦，你 Zoom 是无法度讲直接放送全世界，但是我本来 YouTube 本来就是用来录影尔，毋是用来放送吼。OK， 好 OK。咱转来日志遮吼，继续读，主要是互语文甲语文拄则开始就有礼拜有听着吼，3年主要是3年无听着，啊无遮早啦吼，我可能家己领写日志读煞再讲吼，领写日志可能读到年底我若读袂了啦，爱读到过年后啦吼，就是明年2020年才有度吼，好。咱即摆读1654年，1654年敢若记到11月18吼，过来就是啥物补充资料，一直直接跳到1655年的敢若2月款吼。好，咱拍一个定来吼。11月3号拜二，风甲天气悠然像昨昏，规工拢真好。澎船宜兰地亚河汉甲一只租用的新仔人的澎船对此地出港。并且去到佩里根河遐，还佫有一只第3只澎船也要航往遐，但是伫咧即个港道呢，伫咧港道呢可能坐对，可能去靠着，还是安怎，伊叫搁住吼，应该是坐对，所以翻转头吼，袂当出港。不过明仔载若是天气适合，将会命令改变落迄阵，佩里根河试咧要来入即个港吼，以便来停伫个较安全的港湾内底。暗时啊，迄只租用的新仔人的澎船对港外佩里根河遐载苏木转来入港，并且来靠岸真紧来落货，以便该澎船明仔载起会当搁再出去下去落迄个该迄只避雷船的货物。入夜甲暗间吼，对甲暗暝啊，对北平继续吹来强风。今仔日有3只澎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00个大波，载有27,275斤的鹿仔肉，16,735斤的咸鱼，1,471斤的虾啊，211斤的蚵仔，1,200斤糖水，750斤福尔摩沙丁。3队有6只澎船对平湖来到遮。坐102个大波无载荷，拢无载荷。11月初4拜3，今仔日规工透北风，寒风刺骨吼。上述迄只澎船，该当另外一只澎船，搁再度出港，要去佩里根遐要来落货。下晡海上大忙，上述迄2只澎船，该当宜兰地亚河对佩里根河满载货物转来入港，并且来到即个城堡头前。上午就顶埔吼，顶埔领港湾 St. Peters 坐3班出港，要去甲上述佩里根河伫咧要暗啊，海水涨起来的时阵呢，要甲带入来即个港内，但是因为现在北风强烈透来吼，所以该船还阁需要停留踮遐，要延前到明仔载才要来入港。好，咱来看第2讲，11月初5拜4，早起平静无风，天气良好，长官阁下坐3班去嘉义，中昼就转来台湾咯。即个嘉义毋知啥物所在，
早起出门，早起出发，中昼伊佫转来，就来回3-4点钟来就来回吼，咱算4点钟好啦吼，表示一去就2点钟来就到，所以毋是介远，但是毋知影家啊啥物所在吼，4个以下4个外个。伊阁下伫遐视察迄2只坐对小船的修理的情形，看到迄个修理的工作进行真紧，迄只细只小船看起来后日就会当阁落海航行，而迄只加入船佛罗摩萨号也一定会修理好，阁再来为公司伫咧此地航行一段时间。这2只希腊人的篷船落因所在货物了后，又阁再出港，要去平地船勘辨号遐，尽量来落货物，要找机会再转来遮来收装。其中有一只篷船下晡就载迄个香料甲8桶的满啤酒、满秘鲁转来遮来岸边落货。约落伫下晡2点钟，有一只船伫西北方真远的海上出现。约落伫下晡4点的时阵。平地船 Pelican 和由领港员 Sic Peters 和水手长Ock 利用即啥河缓的北方，河缓就是较慢吼，讲风较弱啦吼，较微细即个北方。利用较微细北风带入来港内，甲迄只平地船下晡4点钟，甲迄只平地船就领入来吼，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停泊，伫咧经过迄个南边的港道的时阵，发现该港道水深是10尺。上述这2个人随过奉长官阁下命令，坐公司的舢板出去港外，要去看迄上水只船是倒一只船。该船现在已经来到北边停船吼。就是拄则头即段的一开始讲着，约落伫下晡2点钟有一只船伫北方真远的海上出现嘛吼，讲一只船。所以即马派即个。领港员水手长去看讲，到底迄只船是对只船吼？因伫咧暗头8点对遐转来，带来消息讲，迄只是平地船 Pitt-Part 号毋是歹势，平地船 Whit-Part 号吼，是伫本国个25号该栋大船 Bradley 号同齐行李长冈萨奇进来遮的吼。对日本来就对啦吼，但是伫咧2工前，和另外迄只船分开。即只 Whit-Part 号所在货物总价值是325000各17号吨，其中有10万两日本的丁元。迄只大船 Breda 号，即个Breda 吼，我拄仔读着。迄只大船 Breda 号所在货物总价值是244000号吨，就是含伊分开的另外迄只吼，其中包括着6万两元也计算在内，6万两元应该日本的丁元啦吼。所以呢，伫咧即个2只船里，即2只船里的货物，伫咧日本的进价总价值是569,242号吨，供应阮此地驻军等人的需求。即只平地船除了其他商品了以外，也载来3000包 Finno 的米 Fingo 吼 ，Fingo 伊有括号写讲是肥蟹吼，就日本的国啦吼，叫做肥蟹肥货吼 ，Fingo 的米载来3000包吼，因为台湾要寄远啊吼。伫迄只大船 Breda 号也载有。要互台湾的3500包米，以及要再去互巴达米亚的2000包烧麦甲3000包米。即寡米来了正拄啊好吼，因为阮拄好会当用即寡再来米来救济伫咧幺五中的迄寡可怜的佛罗摩萨人。阮现在也收到Gabriel Harbour 阁下来批，
这内尾是对对写来。哦，Nagasaki 啦吼。对主角写讲是 Nagasaki 吼。阮受着Gabriel Harper 阁下来批呢，知影讲公司伫日本的状况，对宫廷到 Nagasaki 和永年比起来，今年拢算相当好啦，算真好。日本人拢无按照因熬生气的即个本性，你闹出新的花样，大概话来讲，闹出新花样哦，就是日本人拢无照因即个熬生气的迄种本性跟闹啥物出头也无因为换皇帝来要求派遣赐信。上司哈伯阁下伫个江户的宫廷也受到良好的接待Gabriel Harper 讲伊江户的宫廷受到良好的接待，所以咱讲东京的时阵，绝对伫迄当阵的东京，毋是你讲即卖Tokyo迄当阵的东京讲的是越南，迄当阵的即卖Tokyo伫迄当阵拢叫做Edo江户啦Edo时代因为即个什么德川家康啦伊甲即个应该是伊吧甲天皇刷去对京都刷到Tokyo去，刷到江户，所以应该是对，应该是安尼所以后来就是宫廷就刷来到江户遮嘛好，咱阁转来日志阁继续读咧上述哈伯阁下伫个江户的宫廷也受到良好的接待，只是又阁必须伫遐要延长真长的时间。今年用4只船载去遐的资金总计不过是毋知偌济毫吨，空白无写。不过大陆估计还阁会当趁差不多80%的利润利润遮悬迄个班格拉地区的西孟加拉啦化价上悬，台湾的落坡价效嘛真好。但是东京所有的货拢敢若只有趁到34%的利润东京是越南来敢若会当趁到34%的利润。为着要适当来运用即寡数量真少的船因就决定讲即寡船只拢爱先来台湾，而且因为阮为着取得应该台湾取得阮为着台湾遮需求遐尼多的即个切问切就是谷物啦切问也是促使因做出决议的原因之一就是讲为虾米讲即寡船拢爱先来台湾，因为台湾即马当欠切嘛，所以因就安尼讲巴达维亚当局命令因讲要派大船 Breda 号对日本直接航往巴达维亚，但是因为代志的需要因嘛违背了即个命令。不过动机是好啦也经过深思熟虑深思熟虑，希望不敌去得到即个当局惹到当局的生气伊是触怒啦，我讲得到触怒。来，我查一下即个触接触，我毋知读对无甘字典的触读即个我读白话音就是读。卡比甘字典错笔切触触
切、促、促、甲达吼，我都是读切吼。切着鬼，切衰吼，拍切衰的就是即个切衰吼，切衰，切恶，切恶什么意思？我都无介清楚。我知了切恶。伊是O 第三声，听讲大理大书店来拍 OU 才会使，我看啊，好真正，切恶吼是下毒的意思，亵渎吼，所以切恶行不就是下毒行不，拍切恶就是亵渎啦吼，无讲亵渎啥物物件吼，无讲下毒啥物物件吼。切恶鬼就是下毒鬼哦，毋知。好，切恶就是下毒吼。切怒当局吼，讲咱读的即段讲，迄只本来是要对算巴达维亚命令，因爱直接对日本直接下讲巴达维亚，结果因走来台湾吼。即因讲因为代志需要嘛，因违背即个命令动机是好，也经过深思熟虑，希望不敌切怒当局吼。因为White Part 河顶头的货物含停伫停船处的其他船只相像，拢必须要用篷船去落货，因此决定明仔载起，商务员兼阮议会议员 Frederick Skidell 先生和 Peter Van Alphen 先生要各做一只新仔人的篷船，并且各早12个武装士兵航往皮底船 White Part 河遐。要踮咧每一只篷船里装运5万两丁运，真顺利、真安全来甲载来遮，安尼阮才会当放心吼，才会当安心。暗时啊，以及规暝拢继续咧透寒冷的北风，11个吼。11个初六拜五。早起上述迄两只载着 Skidell 先生甲 Van Alphen 先生的篷船，以及另外两只租用的新仔人的篷船，含迄只日兰迪亚号拢驶出港外。头前迄两只一如上述是要去载军转来遮的吼，另外迄三只是要去落，甲平底船卡便河顶头的货物落来要载来遮。然后，迄只篷船日兰迪亚号也伫咧转来入港，并且落货了，要准备要航往澎湖，要载1桶肉、1桶即个山楂肉、1拉斯顿的米，甲180罐阿拉酒等等的物件，要去互伫遐坐队的加入船 Swartwas 号顶头的人员来接，并且呢要载6个士兵去支援因，并且要命令即只加入船的船长一定要互上述即只篷船日兰迪亚号会当无烟潜着，会当载着加入船 Swartwas 号对淡水所在来。而现在还阁伫该加入船顶的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Wisdorp， 并且命令伊早着淡水的小铺甲技术铺派配处队。又搁因为上述船长伫咧顶一回来批讯息讲，为了要将迄只加入船拖入去水上，必须要对处队送各种需要用到的工具去遐。但是因为处队迄寡工具已经送去救援伫北山尾后面坐队的小船吼，
因此爱写批互伊，请伊耐心听候，此地救援了后，救援什么意思？救援，此地救援之后，救的是，救世，也救世界的救哈，援是动员哈，此地救援了后，就会去支援因哈。毋知啥物叫救援，应该是讲，就是应该是讲，即只人有法度通来做这工课的时阵啊，可能是就会去支援因。好，彼得船霹雳舰号今仔日也来挖靠栈桥，甲为着台湾所载来剩的物件，还阁一剩一批护照来甲落来，吼。这个城堡的发布机会今仔日上午开会，下晡3点，上次迄两只新仔人的篷船转来遮，按照命令，各载50箱的丁元，即寡钱随放入去仓库保存起来。另外，迄3只篷船也伫要暗仔陆续转来此地靠岸吼。其中2只对避雷船勘辨号满载的篷料，像护照甲丁香，以及一批捆包的衫转来。对避雷船勘辨号也载即寡物件啦吼，篷料甲一批捆包的衫转来。迄个第3只船就是日丹迪亚号，则对避雷船威特帕特号载米转来。为着要互工作继续进行，伫长官阁下命令之下，就赶紧命令新仔人落工紧去，甲迄寡篷船顶的好物甲落了，一直落到半暝真暗吼。今仔日规工拢好天，也有北风继续吹来。规夜拢共款咧吹北风，11月初7摆啦。我读到一日爱困，10点过5分。11月7号拜六早起透寒冷的东北风。天光的时，阮看见一只船伫咧阮的西南方，应该是对日本来的大船 Breda 号，无可谣疑啦吼。该船就是昨暗被迄个强流吼，强的海流甲即个特流的即个海流飘往南方去。所以呢，长官阁下就下令讲，伫咧上顶站的城堡用大炮发炮一响，来示意该船来即个停船的所在来停船，就是发炮意思要希望伊会当来停船吼。因为即只船愈飘越过去吼，将会互阮极为不便吼。3队呢，若是该船来到遮，将会载互阮载真侪即个车门互阮吼，最到会当互此地驻军非常的安全宽慰吼，就是毋免惊讲无通食，而且呢会当用该船做本柜派去巴达维亚第一帮船。该船还佫有真大的船舱的空间，载大量的糖去赶上要派转去荷兰的船。即个海流现在又佫咧下对流什么意思？虽然阮看到即只大船 Breda 号又佫得到顺风航来遮，但是因为受到退流的阻挡，只好呢先航往南边的停船的所在，直到下晡2点，才又佫用篷启航，但是也渐渐袂介远，就佫因为透强烈的北风吼，而不得不拍定停船。上午顶头所讲的迄4只租用的新仔人的篷船，佫再度出港，航往避雷船勘辨号和威特帕特号遐。
要暗啊，即寡船就载好转来遮靠岸，并且真紧啊落好。迄只篷船宜兰蒂亚号也已经准备好要航往偏乌的代志。伫即个中间，迄个领港员甲水手长奉着长官阁下的命令，坐公司的舢板出港，要去协助上述的大船布雷达号尽量较紧去北平停船的所在来填补。今仔日福尔摩沙议会开会决议事项，请参阅决议录今仔日的记载。因暗咸丰愈来愈强烈，并且继续到后壁就转去啊。11月初8礼拜日，规工继续不断，什么意思？规工继续不断，什么不断？继续不断。因此呢，迄只大船布雷达号游员必须要停留伫遐，也无篷船会当出港或者是入港。迄只篷船宜兰蒂亚号也因为安尼无法度去偏湖。暗时啊，阮听见上述大船布雷达号用大炮发炮一响，不知何故，敬拜上帝日子。今仔日无定当甲1054年读了吼。11月初9拜一，现在只敢若有微风对北方轻轻吹来。透早，阮看见有2只荷兰船航往北平停船的所在，这2只船伫中岛，伫距离该停船处无偌远的所在趴定停船。伫即中间呢，迄只大船布雷达号也来到即个停船的所在。该船的主管摕着日本的物件来上欢讲，昨暗阮听到由因发射的迄响炮声，由因所发射迄声炮声，就是因为因看见上述迄2只新来的船到位所发射的。这2只船呢，是本柜对日本派来的最后两只船哦。卡夫号甲威法克号，Gabriel 哈伯阁下也同船对日本前来。上述哈伯阁下也伫下晡解动 William Simons 先生甲 Jacob Lesuter 先生等人吼，对因就是要招因就对了吼。就上述的即哈伯阁下伫下晡有甲因招吼，对因的船坐因的小船来到此地，受到长官阁下的欢迎。好，这边甲读到煞。今仔日载去日本的所有商品，经过详细计算，整个讲起来有得到80%的利润。总利润总计是净利啦吼，就是这净利应该是毛利啦吼。毛利我们知道台语要哪讲？查一下。找台语，等下我看下。毛利。无，毛利就是毛利哦，毛利。
好，转来就是遮。毛利伫对。我煞袂记毛利伫对。今仔日伫长官阁下命令之下，对队长 Thomas 佩多管区中派100个自愿的士兵去北线尾，协助将迄只领港船塞入去水里吼。该领港船现在已经完成修复的工作，会当对海滩设法塞入去航道的水上。有3只篷船伫个中岛出港，要去坎便河遐来载货入来。但是因为强风大影对北方头来，只好未达成目的，还未到目的地呢，就翻头啦，翻转头转去港内。虽然安尼，迄只日兰迪亚号也出港，并且航往平湖去咯。翻转头，我无解释。这应该免啥物解释。翻转，因为即马即个翻转头 ，HOAN 转 TNG 第啥头第啥有第五啥？哎呀，我咧变啥啊？拍你的切换无好势，翻转头，还是转翻头？拢无好。讲中岛出港的迄只3只篷船啊，吼，要去坎便河遐载货，因为强风大影对北方头来，只好放弃就对啦，吼，驶转去港内。虽然如此，吼，迄只篷船日兰迪亚号也出港，并且航往平湖去咯。无讲诶。过来是11月10号，我决定要放弃啊！我读甲足爱困诶。好啦，今仔读到遮啦吼。11月10号。好，无啥物笔记啦吼。好，安尼咱明仔载再过来继续读日兰遮城日志啦吼。我感觉最近因为足无聊诶，无记着啥物趣味诶代志，我读了拢爱困。虽然无记牢，但是吼，即种无聊诶。好，咱明仔载再继续吼，芭比，几班咯？芭比困去啊。好啦，我离开啊吼。